哎呀，各位聽眾人好無？食飽啊未？人各位，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個是格特布魯唔是，講唔對，格特布魯一隻臘腸一條，嚟個人continue講人嘅這個教英嘅故事。是嚟攏食飽未？格特布魯食飽未？早餐食了，下晡未食。早餐咧，這臘腸咧？上班咯，早餐食了，下晡未食。早餐食咩？早餐食，跟你食 Daily France。哇！法國嘅食法國餐啊！法國餐。老啲。食法國老啲啊！老啲咩啊？臘腸。老啲啦！哇！即係雞啊！阿冇臘腸。即係雞。講聽啦，這禮拜咧，我用一特別嘅，變我咪同你講是住聲啦嚇。咁你講把關係啲教唔教你等陣，我特別 connect to 這個新誒這個，我捌伊哦。免插嘛？OK 來啊，當叫我嘅伊 OK，咱來聽下。That's why 我就 excited 嘛。恭喜發財，唔是恭喜發財。Hello，有弟有你聽到我？有聽到。阿爸哥聽到我聽你這個臘腸講者講聲看看，這個聽到，一特別嘉賓。聽到我人哦。聽到啊，聽到。OK，嗱我嚟講啦，即係來，即係臘腸咧，即係格特布魯是唔在即特別嘅邊，即神秘人在講嚇，即 mysterious 咧唔在頭。秘密。先別嚟啊！先別。即先別嘅嘉賓喎，我咪同你講住住個就臘腸一條，你諗叫佢哋特別先別嘉賓㗎，諗講幾句話啫。可能真係住嚇。臘腸格特布魯。咦，你把臘腸啊？臘腸我看過伊啦，我知online。我啲 online 看有小英嚇。我啲看有小英咧，我啲看到有變波啊，一大粒俾我哋仲嘥嘅。我一直話過我明講啦。浪仔是住啊妹。知啦。嚟各位聽眾講是介紹啫，即係你名係咩？先別嘅邊你名係咩？臘腸一條咯，格特布魯一隻咯，安尼講我哋想一個畫面先。無叫菜粿一地啊。菜粿。好，菜粿一地。菜粿一地。好了，等我看我錄音冇錄掉有，驚者，聽講者。安怎呢？你奇怪啫，安怎啷有 expect 到？我冇 expect 到。你笑未到？你這一 idea 來哦。菜粿 idea 來。我梗感動嘅。依家好似講我聽聲一條就電配哦，然後伊講，哎呀，我看到這聲音到底你網頁一看，伊只色我真係我變只色。你講唔知食住咧，咩時候呢個一介紹小英好係亂羅人嘅小英咯。做你特別都冇解人講掉住個，即係臘腸一條是特別我唔知啷住做叻喎。臘腸自己做嚟，我是嘅小弟。菜粿做小弟，臘腸做大哥啦。菜粿做小弟。你一個格特布魯是你幾乎唔知。幾乎啦。你數啦。大數。講唔掉。你我講聽我當叫一特別誒，特行根本是特別嚟就變咗เขาเก็บ嘅特行都是特別。咁樣是特別咧，特別這禮拜咧，咱是會專門是專門調底是比較，我被各位聽講講聲，真係我被拍哎呀，特別問你接班嚟做節目就算啦，我講臘腸，我講特別禮拜你冇拍你冇問題，
我某是香港人嚟，特別伊邊講福建話，特別伊拍伊就聽到咧。哦，香港人啊，係嘛？係啊，咁咪講廣東話咯，咁咪識聽咯，唔得，檳城福建節目唔可以做福建話嘅，唔係做廣東話嘅。嚇！你即係嚟邊兩個講到對即係話，你好唔會講係即係禮拜咧立場夾隻字小英，我哋猜掉碼小英夾隻字掉回來好玩啊！然後我計放去我放嘢，有一陣時當有影嚟講佢去邊啲福建.com 會去啲 photos section 嘅頂面帶隻對佢看到隻字，咱講佢就好了，猜掉碼物件了。然後即係禮拜咧都是。完全是頂一禮拜講袂了物件是，可能想小字教英物件講袂了，特別只人暑假教英物件，你看到你 comment 嘅 post 有啊，檳城嘅阮暑假檳城咁出名，檳城咁就暑假，聽人講啦，檳城嘅教英嘅方式，了即個我俾每你看即菜粿，你嘅個立場教英是你啲到檳城教英下，你啲哦，我覺得特別背啲嚟。哦，背啲嗱，還是你教英聲啊？你教英聲貴，你立場啊？立場教英啊，我即個試過，我背啲嚟變成教英。哦，你把你教咗新婚啊？新婚啊，我ตัวเป็นอีกเว้ย我บริจาคตัวเนี่ยแล้วว่า試過我就背啲去變成阿妹個即做你做老做咪是好死咯，羅人都可能同你講就先知，阿咪咁就先知，跟住教英咪咁咪是都好啱咯。哦，會當你講講啦。而家我哋冇應該準備咯。哦，按照一樣咁都準備嘅。因為我本身人做學識咧，我冇方便啊嘛。能成派。咪見我可能錄音咪見你。可能紅包係啊。你一啲講攞幾粒兄弟啊，臘腸一條，แล้วก็有菜粿一條，個咩個？發粿，冇發粿啊？冇發粿。發粿是話咯。你冇發粿啊？你個了唔是嘛？我咪是發粿咯。แล้ว我會每個人就你人教英定住咱講嘅大陸，咱講嘅即係菜粿嚟講，後面都會使講嘅嚇。定住咱講菜粿講大陸，唔是菜粿，咱講佢哋教英時，咱唔是講。講嘅去接善鳥咯。嚇，接善鳥咯，了生劇係咱講。生劇嚇。生劇咧，伊做佢物件咯，講佢好嘅物件。你講佢做一行嘢一行。對，แล้ว當今錯等接落未接善鳥接掉未？咱有咧，咱有做咧，成日講隻善鳥冚到房間位買佢妹咧有。有，都是睇下愛甲你講。嚟講。所以 OK， 咱就是咱去接善鳥咯，咪是叫講大漢嘛，你就愛搞錯大漢嘅來。叫我做 driver 嘛，我記住個。做 driver。你唔是佢妹咩？你做小弟。我做 driver。嚇對。因為搞病咯，搞了咧小弟話開門紅包咯，幾塊？幾塊？落句嘢啊！落塊？冇啦，冇呢招啦，點會過10塊啊？咧踢破要換人啊！แล้วคิดลูกต้องสิคิดสิเนี่ยถูละเดียวคิดสิเนี่ยถูเดียวแล้วคิดสิเนี่ยถูแล้วคิดเอาเป็นเล่นเดคนละจุดเนี่ยคิดเอาเป็นสิ่งคิดเล่นเดเจียว NO แต่NO แต่哇正 NO 是แก่นะ正 NO 啦我唔知我講到食到是冇食到是食冇我哋扮嘢到嘛是硬多頂包嘛是你係當婚嘅咯你即係好似特別即係正拗點啊即係拗呢即係拗呢咁แล้ว下一節咧就是吉特布魯嘅小弟捧下你第好啊嗰隻好嘅隻แล้วก็ได้好嘅隻銀包你看咯就連第就借了咯單着咯食龜嗰係食龜，嗰啲兄弟嗰啲帶起來啊，嗰啲拔起來啦，兄弟起來，咱去食龜，嗰個做咩啊？即係哦，你係 start 叫妹咯，幾點啊？這是早起啊？10點幾啊？10點幾啦，before 12點。如果12點就係對大波兵嘅處嘛，之前。哦，是咩？看時間嘅數。哦嚇。咁你有啲時間我哋就係對佢嚟大波兵嘅處嘅咯。แล้ว
叫妹咧，就是只一個故事咯，個人無相嘅 style 嘅嘛。為了佚佗無相嘅 game 嘅嘛。你看一節咧，我是調下面都就係我調，因唔知是一個國選咯，係到一個大關。即個酒尋汽水啦。對。酒尋汽水，但一掃草吼，你咪知你 plastic 掃草是一支咯。有誰？我等嘅啦。平常時你平時個別店嘅。別係個別店，所以接啦，咁我嗱記咗夠等你知喎。因為我大就係掃一水嚟嘛。掃。你唔知是酒嚟啊？我唔知是酒嚟，我成日是汽水嚟。掃嗰隻我頭眩你知喎。因為個酒吼咧，你個直掃啊，反正一直沖腦嘛。你有那掃那路有那吞了？我就係吞啦。actually 好像是可以沙哩再講題沙哩米語，伊要猜這個成語對吧？所以大項物件你做咧，都是一個成語。哦，安尼坎坷誒。所以你啉下你水，你第一想一個四個字嘅。四個字嘅成語。喲，咪是只攞住回應菜咯。所以酒係啲塗骹。倒迄個長長的掃草掃乾了，所以叫猜迄個成語哦。所以天長地久哦。天長地久。他哋唔是細水長流咩？唔是啊。細水長流你講會？因為你酒嚟嘛，唔是水嘛。我聽話得我幫下哎呀冇。嗱，即係崩。哇！你個收 effect 啦。收 effect 一當劍先你嘛，先嚟 set 啊嘛。下嚟一照有那樓。咱個第二個係咩？個就是個咧兄弟愛白龜加合桃。嚇白龜，即係咩做？水水。叫做合桃即係咩？核桃啊，迄個walnut。哦。了。百年好合咯。哦，這個是好，這個好聽。好聽嘅物件。แล้วก็這是苦瓜水加甜甜嘅水，所以叫苦盡甘來哦。迄三個嘅啦。等我有看過是食 wasabi 係。我講見咩甲這隻 wasabi 嘅咯。喲，真正嘅。啱哦。before 佚佗是用 wasabi。甲這用早早去傳是要袂食嘛吼，袂食早餐哦。所以用到捧一盤大盤。喲，小嘅啊。多曬咗，所以內邊是加了薄 wasabi 嘅，了個邊是一人一拗哦，內邊是係苦瓜汁嘅。喲。咱人愛食 wasabi 落地甲啉個了會個別哦。這是我看過嘅咯。哎呦，這特別你免掉啦。我無安尼食啊，我真係無掉安尼食啊物件。那會變紅去。所以我兄弟個了，阮一個好彩啊，一個無掉。你幾個兄弟？還是有5、5、6個啊。菜龜仔啊，5、6個應該是。我算一下，1個、2個、3個、4個、5個、6個有啊。有6個啦。有啊。แล้วว่าลองไม่จำอีมือเขาลองตู้อยู่ไอ้คุยมือมาแล้ว咪是開每一個嘢是我記得安怎啦，那些做過一季關㗎啦，開每是做紅包，攞紅包嘅開每哦。開每是個這樣嘛，搞到嘅紅包咯，9899啊，姊妹就內邊弟弟搞到講嘅咯。แล้ว會搞到嘅9899啊。แล้วลองคุยกับ佢ไหม我唔記得咯。因為養好啊，一頭養鐵啊嘛，所以我唔知。我養姊妹嘅一首嘢，一首佢妹。但咱講到係咪哦？你攏來是即火車來是咪是有即地漢咯？地漢。即有啊，地漢啊。即大輪嘅漢。是大輪嘅漢。變領大陸嘅漢。對，變領人。誒，你嘅漢。變
變靚快啲啊！啊對，了是過嘅是接了去啊，坐就我去做咩？就坐出嚟咯。啊，坐出嚟了。要棚頂。我棚頂啊？就棚頂啦。then 棚頂棚河。是嗰個禮拜對棚頂咯。棚河。我下邊食濟。但冇並棚頂啦。攏棚頂是咪是講頂佢哋別人講啊嘛？แล้ว隻弟弟咪你細後先呢？就是講啊。李小弟講。呂小弟厲害啊！呂小弟真厲害。小因為我冇算嘅嘛，所以一禮拜前後我小弟寫笨一條理寫。哦，來講我聽下冇。哦，伊就講食啉蛋啉慢慢，金麥掉正百萬。哦，了。那咪借仔，啉蛋借仔，成你去到全世界。我搞。看我舊也是我店也是做下面咯。是我暑假我金暑假買字，你嘛講金麥掉正百萬咯。你冇啉大大咩？嚇，真少啦。啉大刀，明蛇林炮。係咪呢？係咪？你聲未？冇。林炮咪出嚟咗。應該是林炮嘅呢個啦。你是讓特別冇人就正經嘅啊？係咪？就正經嘅啦，冇。正經啊？冇 OK 咯，咁樣潮噶就。咁樣是潮咯，啊！你自己借咯就，一定要寫有20幾行。20幾嚟，所以愛每位小點嘅。I 除咗對佢哋 list 哦，maybe 用send 還是 post 去咯。所以冇還是攞拍一落起來一條啊。你當然接乜是鳥咧？出去。食是鳥的，無食是鳥，個了紅包互囡仔個了囡仔來。哦，對。人係聽的老人，人咪聽得咯，咧是囡仔是人即有聽得過嘢是紅包咯。對。紅包接紅包出嘅啦。紅包接。嗰隻我愛知是啥，達到年代時嗬。有人愛送金嗬，愛偷起來甲是鳥情嘅對喎。有啲人對少。錄哦。我唔係，這邊是一個當當。唔知我講到嘅咩啊？嗬 ，maybe 我掛點聲本啊，我無講愛特行偷起嚟情咁咯。我一朋友，我對佢朋友舊陣時啲情甲貴身軀金㗎了嘅，就我唔會事。是講好人。只有一半講好人。我係其實講好人是叫人情嘅。加無相。一半講好人，一半調做人，所以用做一半咯。那是人哋講對不清嘅嘢，偷係情。你我看到見面福建人們對了，本但本是搞到偷嘢情。แล้ว接了時往時如果我本唔曉，你唔知紅包咧啉咩事個，你睇有啲人啉紅包啦，啉第一時啊。因為是用嘅嘢袋嗬，因為你嘅絲呢嗬，你嘅拗呢就肉就呢呢，冇當得出，佢佢理埋嗬。係那為人講垃圾嘛，嗰啲人黏上隻拗。你不佢夾隻拗嚟，那即對天好。你攞嘅袋上面攞嘅袋是啲啲定勁勁袋啊？杭州袋。係勁勁喎。冇啦。冇係跟杭州嘅。哦，杭州袋咪淨係啲哦。電啦，會咁冇燈嘅冇點騎了有啲人想講上輩嗬，你有個教員，你有講派社謝了年代嘛，所以咪騎了講下番車實喺嚟啊。會實喺嘅。不知貴是點分打？分打。你有試過一時提講會做嗎？人當然講20分鐘啊，人唔講就請過來。你continue講，你有試過去打薄餅做咩？上碗咯。我們上年代啦，你20你咪你細諗下，佢再 recycle 過啦嚇。
個 recycle。咁冇想是接善良棒咯。接善良棒。哦哈對，安怎下我咪特別物件接善良棒。頭肩啊。頭肩。你愛看你。看乜嘢？歪牛。你嚟看啲牛，then 第一架攞第一架按面頭大晒。看嘅咯。看物件。頭衫頭褲。頭衫頭褲，你是個你啱嘅。你攰啊你。頭衫頭褲看唔到。是講同乜頂住你辦，諗下講頭見你是嗰對假女係你 best man 嘅事嚟計，愛起來，愛起來對，就愛起來。特別我人本無對本啊，我有。嚇，我冇啊，我無對，我冇對啦。我無對，我是講話頭肩頭大衫。我朋友教嘅是講嚇，驚世界善良頭肩嘅是愛夾喺你邊對啫。Yeah，做乜嘢即啊？都善良嘅頭啫，所以可以講阿伯高挑啊，我做做人要跳啊。Yeah，so sexy。咁我朋友講有你咧買可以讀，你就係伊個你頭時你愛看了伊上了伊，所以伊無讀你咧面上阿伯是你做主啊。哈，四字淡薄啊立場。啊，四字好四字。你啊，笑話了，笑話了，冇嘟掉。你記者菜龜會記嘟啊？菜龜佢掉，菜龜去食菜龜啊！我嚟做菜龜啊！嘟咗咋？你嘟喺度嚟播咋？你是講其實嘟早起嘟嘅時候咩？那這是阿妹，這是房間嘅事啊。每個收起來。了是讓咪去啉底過，了是阿妹，了是他上一咩請酒啊？是有上一咩請酒啦？請酒是第爽嘅物件，就請酒是。我無力咧，我季節咧，舊個阿妹真慘咧。你錄我幾數衫先了？唔是我在做衫呀？我攞書，攞書啦。你請酒嘅是啊，講到請酒物件是好笑。你講請酒物件是夫妻是真嘅。夫妻是真嘅。嗰時嘅一拜去拍那這對家老去。了你人請酒嘅時，咱咪是特別家人接來啊，讓這新娘加曬呢行接來喎。我唔正早教我咯，因為養真濟親戚啲外婆來嘛。哦。所以我5點半我到啲。我5點半到迄個無甲迄個請食無好嗰邊吼，就翕迄個 family photo 咯，翕小影咯。哦。一 group 一對款翕啊。翕了，就差唔多幾點啊？7點半啦。係咯，咁了翕來差不多7點。7點啦，所以咁了就。幾人？幾人？光請67度啊！67度，咪是670。一個一隻手670人啊！我知就啦。哇！係一隻人，接來只要發燒。發燒，個放confetti 啊，confetti 叫咩？嚟confetti抓一地咯。抓一地啦。有時，啷這是學掉來係咪？我請到一個嘟嗰邊。哦，一個嘟啊，一個嘟。一個嘟。因為伊是呢邊咧，可能一間學校會請安尼制度。哦，沙都咖喱咧，一人嘅接。ballroom 是無條嘅。哦，那個咱看得到啦。安尼一人喎，哇，人山人海。了是讓自己坐咧是頭一筆菜是我第一次夾嘅冷盤，是我第一次夾食。冷盤。因為我不多嘅腰。冷盤南邊了你係咪特別嘅物件食？物件係咪特別啷教因是？即係意思，因為較濟人講學校是無好食嘅。特別我好食。或者較濟咩特人講真正好食，所以我介滿意咯。哦，好。咁啦，只會。你有
我是特別是阮姊妹是特別咯，阮行一去是阮路坑去啊，阮個我爸嘛行，伊爸嘛行，伊小弟行，我小弟行。咁啦，對了後尾。然後整個迄個花咩啊？囡仔點花？花糖。囡仔餅。囡仔餅。囡仔餅，囡仔餅。囡仔餅。แล้วติมหัวล่ะติมหัวเต้นอูปังกว่า咯我刮出嘅就慘咯係咪即係你啷個幾刮還是請人嚟請我諗冇係你平常時你舊年嘅刮係咪刮係我係你我係30年代有一個就一個歌星點帶啊唔是姚麗哦，哎呀，我愛聽喎，我會使曉了。嚇，幫你聽嘅，幫你聽嘅，淡薄就好啊。30年代咪見 copyright 貴啊，係。應該是我個聲好咯。哦嚇，因為我哋全部拍掉過。哦，你啷貴咩幫你香港歌啦 ？From 節目企家往這路咯。哦，你冇啦是講幾咩？只車嗱只車是啷有？只車有往車 live band 咯。哦 live band 啊，拍咩歌？拍個了是。等人歌阿毛歌個了咯。阿毛歌冇拍。哦，誒，當今就興啊，當今呢唱 live band 嘅啊。對，邊呢有隻group 真出名啊嘛。哦，叫做咩名啊？樣會使講樣啊？講嘟咯。哦，樣是 still get 嘟。still get 嘟㗎。still get 嘟啦。一隻出名啦。應該是我係拜朋友嚟咁辦。哦。有本隻出名啦，前兩隻大嘅係咪？寫教員嗰邊樣做到只。樣會帶動啊，然後會帶你。哦，做老作。做老作，前兩個咯。所以我坐落了。แล้วเจอแล้วเจอแล้ว就是迄個投資比賽吼，讓迄個 hotel 嚟總監來夾接來嘛，甲這嘛是康輝啦，我甲咱排隊夾菜接來的嘛。這是投資比啊？嚇，對，投資比。零半啦。嚇，零半。甲這 hotel 是啥？甲咱康輝啦盤內邊係6隻，反正點接來的嘛。所以我嘅是用迄個。怎講啊？伊用迄個萬青啊！迄個啥？四個人跟迄個搞音樂。哦，即係想一橋呢？一橋係。一橋啊！對對。伊四個人跟一查某一橋，咧穿中國衫。嚇。然後入來咧，個有點花嘅白花帶啊，咪個。我行入來，行去迄個新寮嘅島頂那邊。咧食飯。個糖迄個比較好食。這被記入來，這被記來，這叫出來了。來啊，新寮來啊！แล้วอี什麼即是請，แล้วลองตัดตัวมัน有咩冇啦？ลองตัดแบบจิตตัว新寮ตัวนะ。จิตตัว嗰啲是新寮ตัว加特別咯。每一個酒店有不相嘅叫咩 presentation 咯。做無相款嘅物件。แล้วรู้ลอง有即個ลอง部卡拉 OK 咯 live band。是哦，要用實唱歌，要不成跳舞咯。你攏叫人有啥？你冇叫啥講夾曬去跳歌呢無啊？冇，我買嘛。買啊，夾歹勢啊！立場。不要唱歌嘛，冇成都你搞唱歌，我唱。我下次好聽啊！แล้ว隻車是第2物件，我啦，隻車第2物件就是圖一隻咯，我先見隻。แล้ว圖一隻咧第2物件就是係咪叫飲勝？是哦。冇飲勝哦。我小姐度，我冇一道去哦，所以我啲大丁飲嘅。哦，你錄馬步還是咩？立橋。我個冇。我淡薄呢，冇講有馬步啦。我係切切㗎了，多㗎了，我冇多。這個呢？嗱，這菜龜又多。菜龜多啊！菜龜。嚟講。冇啦，我個去 Red 嘟嘟唱卡拉 OK 個係咪？係咪硬壓係啊？我去硬壓唱卡拉 OK 個佢啊。仲有4點我清楚啊。tapi 呢邊可硬壓成㗎。硬包。
同埋都紅包咁好啊！你10塊抓住大條面嚟嘛？你嘛冇啦，這菜龜，攏你咪咪酒誒。我人啊，下面酒本飲咯，沉咯。這樣中國唔是中國人啦，紅色我咱是做教營是特別啉酒嘅嗬。我冇啉酒嘅特別。啉酒了個個俾叫飲勝咯，飲勝是咱冇講福建話嘛，即係咱叫飲勝嘅，飲勝是廣府話嚟嘛。講就是咯。係咯，奇怪嗬。maybe 這個有啲是廣府人嘅紅色啊，是啊。係啦，有可能是哦。咱咪是講飲勝，咱就冇講，咱唔知聽阿張講講者，唔知咱係是講俾叫佢哋係咪？即係即係妹阿龍佢哋有個人講過係樣，就是講俾講，即係講福建話是叫咩？大杯咯，大杯又係聽啊，念我唔知講念性哦，我唔念。飲勝可能，勝係咩數啊？勝就講勝是管啊，勝啊，嚟先，成 success 啊，成成功啊，成功咯。你唔知，嚟當佢嚟講啫，飲勝嘅咩？有時唔記得都冇咧，成爸就抹出嚟講下，我真係感動我嘅，但我嘅自己好味啊，我坐好硬，唔是幾好硬。你罵啊，你個冇嘅罵，我全部啊，之前有關啊，得講各位後生啊，你冇啊？一般去講今次啊，咁樣人對只隻外國嘅人對嚟咯。外國佢世界人對嚟啦，佢世界。飲勝哦。Australia 人對嚟啦，嚇。Australia 菜龜對佢部超酸氣啊！嚇？菜龜到 Australia 對個對佢超酸。我哋壓呢條啊，特別菜酸。啊，特別你有生壓係啊？Frozen 咧嘛，Frozen 咧幾個月啊？了解。啷咪是？食飽了下飲勝過嘅，是飲勝是飲咩？我咪是叫做醬嘅嚇，呀，看住講個檔呀，係啦，超少嘅，有，超少點就嘅，我聽啊，每個特啲都爭佢就，我飲勝就檔嘅話，你開下啲檔，我開只檔，不多就大粒嘅少，我開只檔嘅啊。啊！你嚟講埋了點聲冇嗱，有嗱講嘅飲就是佢了佢嗱好正氣。了，那是啷那是咩？你話對件事就撞有人教應嘅，講咪請佢叫做飲勝嚇，教我講啊。銀包500塊就教啊。哇！擼飲擼等銀包好一大。啊對。對，一秒是10塊。10塊，看擼愛飲愛。擼計講啊，飲擼等嗬，我是看你紅包咯，我嚟順咗開紅包起來看，哎呀，咁攝嘅耍呢，先，你話飲勝過嘅時食請食個料咧是後尾一片什麼啊？啷食？我是未看甜邊，甜邊dessert啊？我係件事蜜瓜。我是個姐，是唔是講你加脆脆嘅可能啊？對，你食湯嘅咧？牙椒。我見食。醫生加脆脆嘅人。係食 smoothie 嘅，食 smoothie。誒，這是我當對起這裡，定住咱講嘅，你伯母樂係一條你一間店，咱講咩啊？咩啊？聖經樓，後邊有攤姐啊，我唔知，有攤姐即係蜜瓜。嗰隻是以後做本嚟啦，嗰隻以後做嘅。安特別點，哎呦，我愛食啊，當然我報得咁多要，very 值啊。然後食了甜冰哦，你講啊？凊彩人講你阿龍冇啲，我是真係冇啲。跳舞嘛咯。啊，我有跳。哦，佢跳舞啊？我有做舞迪嚇。我有一個舞迪。伊立場班嘛是 ballroom dancing 嘅嘛。哦。auntie 嘅啦，暑假跳舞嘅。哦。即係啊，其實講嚟教影視啊，只是學你厝人嘅自己都自己哦。
教英老咗是教咗別人啊，唔是浪佢大無英哦。我真係冇用啊！我廿一年來準備嘅啦。然後開掉一道別類去啊！這是特掉啊啦，係有邊個咧人歡喜嘛？啊，你有機會嘅咧，真正外播嘅咧，睇做隻咯。老咗，你今年咪是啊，浪今年個隻先正，啊咪是個隻教英咯。是哦。我是到ikut tutorial，ikut tutorial 啦啦。啊？即到菜龜無相啊，菜龜是家己背啊，唔是隔了人來一個位啊。係咪家己背？伊條背死嚟有錢。哦，我頭特別聽香港特別對 China， 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ขี่เป็นแรงเกิดนั้นเคเอาเทียก็ไปชาจ่อเขาชาก่อเลยไปจุ่ม哇！我們是真，我是小姐親家是嘛？小姐親咁樣交易啊？個挪威啊？本國是講上網按車邊呢一個位真麻煩，因為頂一座網。冇咪夠人，冇咪夠位啊？我愛安排遮濟物件，我安排養大咧，然後我安排bus 好啲做好載人家了起來。哦，最出人是到最好誒。立場養嘅嘛是滿嘅人嘛。哦，你嘛咪是冇講福建話？應講福建話。冇上個人咯。冇上寫新加坡嘅福建話。你會有講啦你？你曉。而且你個冇咪就唔夠顧，你個不要講嘅了。冇咩？你話是本來出事嘛？哦。正正嘅咯，有福建話。正正係邊靚嘅福建嘢啦。叫毛巾啊，叫阿布嘅咯。阿布係咩數？阿布是馬咯。哦，我想你講嘅你人笑嘅物件咪是你出你阿布啊？你數紅機啊？你阿布教鬧嘅了啊？嚇，即係我叫阿布啦。阿布去教叫只，哎，死講唔對，講對住話。阿布，咁我叫就毛巾嚟，咁我切面。毛巾。叫毛。最近咱講咪邊靚，咱講大啦學得話嚟個。學得話咩？把肚啊叫石頭咯。石頭。哦，你冇睇，你較就是唱邊靚嘅啦，你講邊靚嘅啦，你較就是。人講我嘅邊靚福建話較好聽。啊，是咩？咱唱超歌呢，我聽人講。哦，人講咱就好聽哦。我嘅邊靚福建嘅好聽，計新爽。計爽嘅聽啦，計爽嘅。就是咱做咱邊靚福建嘅節目，就是聽人聽個隻人起爽。誒，我講聽隻人嘅即個啊聽講好，有去讀人嘅咧一個尖啊。尖掉。當今隻人啊，我看當我去試看個幾人。菜龜讀啊未？菜龜未讀啦，頂。啊，菜龜未讀過咩？菜龜未讀，誒，同我隻新年或者查某喎，格林波嘅查某喎。我知道你下咧，佢一間啊，到即個阿羅斯達嘅打一間即個人大把，四季路人大把，咁可能讀一個尖，那個阿 John 啦，阿 John 啦，嗱阿 John 啦，叫阿 John 啦，阿 John 啦，阿林頓阿 John 啦，一間咧，哦阿林伯咧，按沙康個後面沙康個係咪？講白咯。特別我在伊有家己隻 blog，阮咪隻沙康個，N 沙康個。誒，你個隻安怎隻阿嬷？誒，不唔是啊 ，Troy 是我有聽我另外隻 podcast，阮嘅 Troy 是啊，以後聽福建話咩唔知，咁不過隨住我邊啲福建嘅即個朋友，แล้ว頂阿明咪是你嘅 cousin 咯，係啊，你表小妹哦，要甲達布魯表小妹。แล้วจริงๆ講佢Kevin 是新嘅本啊，還是頂陣禮拜咱有講到 Kevin 有啦，有講到哦，Cambridge 嘛，對，他是小温咯，第四年第四年小温呢itu perempuan dari Kuala Lumpur perempuan dari Kuala Lumpur lo hiểu講bahasa Pasir lo bahasa Pasir orang tahu cakap bahasa Pasir itu lah pergi pasar guna punya
我麻將牛講嘅嘛。我哋麻嘅咧，我時講啊。ini buat tahu sabi bikin lah itu. 2 kilo lah. 2 kilo bagi 2 ringgit sudah lah. ambil pi lah. 講俾舊演嗬。講俾舊演嗬，成日一隻為成日嚟北海啊，有用請過帶咯就。過帶啊？你拍跳舞唱歌。對，我捌看。讓查某唱歌嗬，個情招招嘅咯就。哦，自歌。因節每時因個真成中國三漢跳舞接嚟係你看嘛。哦，冷靜冇啊？檳城冇咩？檳城冇咪興。檳城多成時間少啦，北海另一隻。哦是啊。檳城慢慢冇一隻啊，冇做翻物件。即先即教影嘅生意真好做嘅。好做。然後樣個有個 backdrop 嘅，個唔是很簡單可能做嘅就。個佈景啊會。個佈景係。一大有畫嘅。一個跳舞唱歌。出 N 啊出 N。出婚。出婚了。出婚啊！有啲出婚哦，個有乜嘢啊？個有灰啊，泥嘅咁啊。佢做個帶。個帶啊，個帶。無聊啊，咁而家就進步咧，算教育嘅啦。好聊。你講即講40幾分鐘啦，佢就等咧，特別講到教育就等咧。你兩個係咪入去講啊？係咪播唱啊？係咪播唱啊？無咯，平常時都看，睇下本有啲嘢有卡拉 OK 咯。家姐做卡拉 OK。家姐做卡拉 OK 啦嚇。而家咧人唱歌啊！嗱，如果到時嗱，你在這邊說這裡啊，這菜龜到阿妹佢就去咧紅鴨去唱卡拉 OK，就是唱無夠嘛，老人夠誒。希望冇開機會唱。我冇開機會唱嘛，冇人唱。誒，菜龜夠唱歌啊，你？夠啊，去到澳洲夠啊死啊！平常時冇唱歌嘅。冇啦，因為我是香港人嘛，香港人真係興唱卡拉 OK 嘛，但係你帶我落去唱。哦，我們是演咯，我梗係演唱卡拉 OK 呢。定咗我講話對，你攞埋攞記小康哦。小康啊，小康誒，即係我那是只對起咧，我個小康攞是差唔多達接吻去。你係一作對我使參去唱。會使，咱就要隨一間就大間嘅房啊。古仔唔是水一頭開個帶啊！哦，係啦，咱唔要去開個帶，個揸上女個。哦，live show。佢人教英語啊，佢人教英語講啊，而家來我跟他簽啦，你先跑你個帶，人女都學王女隊啊。來去聽，叔叔念念。愛拼啊！有時起有時落，好運噔，啪又提高。哎呦，死人哋做個一點鐘啊！我記唔使啊，你未冚啊，未冚。你有各位聽講感謝郎哈，你有感謝一個立場一條加一個個特別一隻，個人講咧，個人寫一人誒教英嘅故事。你有個一個發唔是菜龜特別，菜龜咧是咧新密嘅邊啊，菜龜或者是一個立場誒小弟對。我係感謝阿 John 本啦，我係感動嘅，佢只嗰部架菜龜講。哦，即菜龜 idea 嚟，感謝下個會請講啦。誒，你拜託你係即隻凳啊，特別別見到好聽慢慢聽啦。即即唔係留起來後人把節啊做紀念哦，教人故事。OK， 等於請我就學嘅咩啊，我就接嘅話。OK， 感謝各位聽眾，誒，你拜再見，拜。再見。